即先教育班咧，带咱大家来上课嘛。啊，若大家拢对后天啊，哦，伊要当倒转去，要定时当上课，这是困难。所以讲，就是因为安尼咧，引起老师心伤悲，看天时一定无早。哦，咱来了解，看天时呢一定无早。那么这个天时就是三皮月减对的时阵，哦，就是三皮月减，三七末节，天温以上秋啦，即摆是天温。甲秋就是一个收煞，哦，是一个收煞期哦，哦，所以讲到秋天的时阵，万物，哦，万物呢，拢这啥呢，拢无起啊，哦，那么呢，伫这个科学家来讲起，这个地球物质减少，地球的物件较用得了，咱讲以前呢，较用得了，地球的物件较用得了，袂哦，到底会啦会了，你亲像咱厝里的田土共款了，即田土的米哦，食来会食，因为地球一了，哦，所以讲呢，即个物件有一种用，当咱物件无人食的时阵，咱遇到咧食啥？好，所以讲呢，咱即嘛。各所在咧，拢有咧做资源回收。为什么这个资源爱回收？因为这个资源是地球内底的资源，这资源用了就无啦。那我咱按资源回收，纸会当收回来电油用，塑胶会当电用，铁会当电用。那么咱开发了地球的资源，就免开发来上用。哦，那时阵，你做完用了，这个地球已经亲像咱的米啊无米共款啊。哦，所以讲呢，咱资源回收其实嘛是功德一件的，咱来去了解。哦，足侪老菩萨呢，拢去捡资源回收，为啥呢？因为伊安尼嘛会当去做功德，安尼无咱的地球，才会当去延年益寿啊。物件要用了。的时间会来较久，哦，所以讲呢，咱爱上单位呢，咱嘛会做资源回收啊，哦，所以讲咱家己厝里头呢，咱资源回收的物件，咱会当家己分类回收，以长久来讲呢，会当咱做基金，咱嘛会当来做功德，哦，咱会当做功德，所以讲呢，咱一定要去了解，每一种用的时阵，也就是已经三年或减的时阵。哦，所以讲呢，这老师来讲，天时一定是无早。哦，天时一定无早，咱要咱较定时的，天时咱嘛，哦，所以讲呢，天时一定无早，为何伊唔知啊？哦，为何咱唔知？其实唔是咱唔知，其实咱拢知。这个使讲是天灾人祸足万济。这是上天伫咧迎接咱每一个这个人，咱来去了解，哦，咱来去了解，哦，怎样你一句专业有信啊，哦，就讲咱来讲，这条为什么拢无因信传到到了这个无极里天，哦，万山老师多一个人，那么呢，若是无本会用得出来是加强本。这个心内的这个悲哀，哦，好分啊！咱若好分的时阵，就是你归巢的时候，就是要回家的时候，好分啊！哦，好分就是咱你倒转去的时阵，哦，就是叫他们归巢的时候。但是老师看这个经验。为什么呢？哦，伊加强内心的悲哀，伊天时都无早，都已经暗。为什么家己有去警惕，讲咱来讲起等等？
手嘛是画面出来，互阮了后嘛是画面要出来时阵，所以讲咧，伫即个当中咧，老师咧，只有万道理啊，毋通忘了故乡，咱就去爬起去。咱有一个几天，大话不一，悲伤流目屎，希望能早日当然咧，咱伫遮咧，会当来了解咱老师对咱咧，一种的这种盼望，伊的流目屎，毋是无原因，原因只是咱毋当所以咱无论安怎咧，一定要坚持下。对修行学道来讲，一定爱家己坚持。有捌一定爱一路参加，捌好听好听，咱会当参加，会当听一路就好，自己听一路就足受用。所以讲咧，咱来把握你会知时间过早，咱请老菩萨咧，来甲咱慈悲献唱了一首伊个万道早天来个意个。
汉服的，我来感觉应该体验表演老师来这个啥关心了这个道理，就会做法。咱即马咧，咱请菩萨咧，再来甲伊请请吃饭。
就可出，像阮爸爸以外，咱伫这个长春的附近咧，会米就真紧甲新店，伊逐工咧拢总是遐咧看迄球是遐尔。那么另外家里面咧，伊嘛拢记甲真好势。其实我感觉讲，对于了这个中心的这个读球班咧，讲起来对于学生来讲，会使讲是非常好啦。因为咱不时咧就是咧充实家己，家己的时间会安排安那，来讲本来就跟伫阵看电视嘛是会，咱会来讲听这听这，对咱的心情来讲，总是真大一个帮。那么来讲，咱真济来参加大学生的，会使讲总是小小，拢真用心伫咧记这个题目，你拢总是甲背起来，毋是像小的。
这个料理真大家出来啊，出来哦，这好啦，好玩啊，好这一定规矩好食，食过看，经过是过，是较少，较得心。